各位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中文輕足識 YouTube Channel。今日呢個頻道第一次同大家見面。呢一個頻道每集都有一個主題，希望咧透過呢個生活主題嘅討論咧，我哋學中文、識世界、悟人情。第一集我哋嘅生活主題係成功靠父幹。相信大家近嚟對陳康提呢個名字唔會感到陌生。康提係陳奕迅嘅女啦。傳媒話康提自小受到父親嘅熏陶，熱愛音樂，而且康提咧好細個嘅時候已經係爸爸 MV 嘅女主角，而且佢嘅照片咧亦都曾經係作為陳奕迅唱片專輯嘅封面。嗱，最近咧康提咧正式簽約唱片公司啊，而呢一位新晉歌手咧最近咧喺唔同嘅音樂頒獎典禮裏邊咧，獲得呢一個咧生力軍女歌手以及最有前途新人獎金獎添。佢早前同 MC 張天賦同埋湯令山一齊開 show， 翻唱咗關淑怡嘅首本名曲《難得有情人》，風頭一時無兩。不過觀眾對於康提嘅表現咧，似乎有唔少負面嘅批評喎。有人就話康提咧唔夠氣啊，唱得咧聽得好辛苦啊。咁有啲咧就更加係尖酸刻薄咁講，話佢聲色藝都冇。康提自己咧亦都承認咧面對好大嘅壓力。不過如果康提咧聽過荀子喺勸學篇裏邊嘅一句説話，學莫變乎近其人嘅話咧，可能亦都會揾到一啲出路。嗱，所謂近其人，請教一下歌手爸爸，相信陳奕迅以佢豐富嘅經驗，應該都可以傳授康提一啲減壓嘅方法。大家都知道啦，role model 咧榜樣咧係帶領孩子咧認識正確價值觀嘅最有效方法。有好多唔同嘅可能嘅 model，包括父母啦、兄弟啦、老師啦、教練啦、朋友、宗教領袖、政治人物、運動健將、娛樂明星等等，好多都係近在眼前啦。康提如果以爸爸作為歌唱榜樣，相信亦都會獲益良多。下次表演嘅時候，或者亦都可以考慮下選唱爸爸嘅名曲。康提投身樂壇，亦都可以叫做克兆機構，繼承父業。嗱，《禮記》咧就有一句咁嘅説話喎：良野之子必學為裘，良公之子必學為箕。箕咧就即係筲箕啦，裘咧就即係皮袄，箕裘咧就即係父業，兆咧就係呢一個繼承咁嘅意思。克兆機構就即係繼承父業啦。不過克兆機構咧，亦都有可能咧係引發親子之間嘅一啲矛盾怨恨嘅噃。嗱，睇翻陳奕迅進入歌壇咧，佢同爸爸咧，即係佢嘅爸爸咧，幾乎反目啊。咁呢一個咧大家會睇翻佢個故事咧。陳奕迅個爸爸陳球大咧，早期接受電台訪問嘅時候咧，就曾經講過，佢非常不滿當年陳奕迅咧放棄英國建築學位，毅然咧翻到香港咧就當一位歌手，父子嘅關係咧直插谷底。陳球大自認咧係怪獸家長，對於個仔嘅管教非常之嚴謹。個仔喺出國讀書嘅時候，修讀啲乜嘢科目已經係大學生啦，但係都要由佢去作主。當陳奕迅決定要以歌唱作為事業嘅時候，佢咁樣去哀求爸爸㗎。從小自己都唔能夠作出決定，希望今次爸爸你可以俾我做一次嘅選擇，可以嗎？陳球大對於呢一件事非常之反感。嗱，呢件事嘅結果如何？大家不妨去睇翻當日嗰個報道咧，嚟到係去到閱讀嘅。其實每一個兒女咧都係獨一無二嘅。望子成龍嘅父母到底可以為子女預備啲乜嘢嚟到幫助佢咧？又應該點樣嚟到係去鋪呢一個子女嘅成功之路咧？歌手如果要成功，
到底需要依賴父親點樣去幹先至最好呢？歡迎各位留言，分享你嘅心得見解，亦都歡迎大家讚好啦，或者將我哋呢個頻道分享俾你身邊嘅人啦。多謝大家，下一集再見。